我今無塞車上班，坐車上班就撞到这件代志啊，就是这台鐵的山腳站早起9點外熊失電。調查了後呢，是這山腳和永高之間的電車線過樣，這聲車幫就開始大亂啊。這樹林到永高呢，上北落南雙向攏袂通。一開始是講呢，慢分差不多慢10分鐘，不過就一直拖，規定人就喺車頭內面等，最後是出動巴士來接送。也因為今仔日是拜五呢，這下班時段這高鐵也啟動運具聯防機制，暗頭呢有開2班，全部攏是自由座列車，要協助疏運旅客。從樹林站到桃園站啟動公路接駁。台北車頭台鐵加票所在真亂，受電車線故障影響，嚴重慢分。有旅客早起10點來車頭，等到下晡得2點才坐上車，暗過車來個公布，發車時間還未定，只能繼續等。10點多就等了，10點多就被卡到現在。嘿，對，南下車都沒發，他只發到樹林。1個小時了吧？因為剛從松山那邊等很久。台鐵公司表示，早起9點17分，山腳站向全站斷電，發現是山腳到永高之間電車線故障，樹林到永高雙向未通了後，啟動公路轉接，下晡1點15分搶通大線了後，用大線上行行駛15分因錯關係設備故障。到底是列車的集電弓有問題呢，還是說電車線有問題？我們還要經過分析調查。為緩解受運受影響旅客，台鐵在下晡3點半開始專門開放人到新竹之間，自強高鐵電子票證的旅客應坐。受事故影響，低速慢分45分以上應全部退錢。高鐵也加開2班路南全自由座列車，分別去台中甲高雄協助疏運旅客。學者分析，台鐵設備受海島型氣候影響較生鮮，即馬乎智慧鐵道監控系統就應避免。利用影像處理，設定一些維修的門檻，設備的這個異常狀況達到一個臨界值的時候，提出預警。2018年，山腳站北邊磅坑電車線也發生道路事故，迄時陣調查時，列車頂懸集電弓故障，有害電車線。學者提醒 AI 封調之下，應該加速整合過去多元數據，透過分析甲及時監控來提高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